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治的第107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07天，同时也是哈梅内尔莫杰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07天。那这个第107天确实是美国和伊朗最接近签署协议的一天。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特朗普说了，明确的时间就是今天要跟伊朗签谅解备忘录。而这个斡旋方巴基斯坦也说了，24小时之内签署协议。所以这个给人感觉美国和伊朗要签协议了，但是伊朗方面却说签协议的时间不在6月14号，但是不排除随后几天会签协议。双方就具体签协议的时间和地点目前似乎还有所争议。伊朗方面据说已经派人去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准备在那儿签协议。但是美国人由于时间安排去不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时间不凑巧，所以很有可能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要签一个叫视频或者叫电子协议。那表面上看好像双方分歧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弥合，但实际上这些争议恰恰说明了表面上越来越弥合，下面的分歧核心矛盾并没有因此而进一步的拉近，反而双方是各不相让。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特朗普，他又在正向社交发文了。特朗普就直接说了，明天也就是14号，今天要签协议。他说奥巴马与伊朗达成的这个协议简直是一条通往核武器的平坦大道。也就是说，奥巴马跟伊朗人签的协议，那就是帮伊朗人纵容伊朗人获得核武器，平坦大道嘛。如果按照那个协议走，伊朗6年前就拥有核武器了，而且早就用上了。而我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则完全相反，它是一堵阻止核武器的铜墙铁壁。当然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他的协议并没有达成，即便达成了，是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那是另当别论，还得再进一步观察。所以说目前看，特朗普还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特朗普说，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想要核武器，也绝不可能通过购买、自行研发或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核武器。协议定于明天签署，签署完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对所有国家开放。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将远比前几届政府好得多。与奥巴马给他们数千亿美元，包括17亿美元现金完全不同，我们的协议1分钱都不会给。在合适的时候，当一切平静下来，我们会进入伊朗，把那些被我们强大的 B-2 轰炸机和优秀飞行员深深埋在花岗岩山体下核原料取出来，进行稀释和彻底销毁。无论是在伊朗还是运回美国，我们期待与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合作，共同开创未来。希望整个过程能够快速、顺利、和平的完成。如果不行，我们还有终极方案，希望永远不必再使用这个终极方案。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最后顺便习惯性的再一次威胁了伊朗，说我们还有大铁锤终极方案，彻底摧毁伊朗，希望我们不要用到这个方案。那不就是再一次威胁吗？特朗普在最后的关头还要威胁一下，恰恰说明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诉求那还是针锋相对，谁也没办法让步。根据国际媒体分析，那根源是美国和伊朗互不信任，没有任何信任基础，所以双方就僵持在这儿。昨天咱们也分析了伊朗方面透露的14条，14条肯定是伊朗媒体放风结果让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破防说，伊朗泄露给假新闻的那些条款与书面达成的条款毫无关系，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包括那份关于达成协议的软弱可悲的声明，都与事实不符，与这些人打交道非常不体面，也就是跟伊朗人打交道不体面，说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善意谈判这种事，令人惊叹。实际上通过特朗普发的这个帖子，明确无误的就摆出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它就是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这个关键点就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钱，解冻资金的安排。这个伊朗方面坚持，我只要把这谅解备忘录这字一签，你120亿就给我打过来。这个120亿是我伊朗自己的钱，是被你们冻结了。你先把120亿，我这字一签，把120亿就给我。在这个60天谈判里面，你把另外120亿也得给我。这就是伊朗人的对资金这块的要求。但是特朗普说了啊，我跟奥巴马不一样，1毛钱别想给。这是特朗普真相社交里面写的。所以你看，这2个就是焦点了。当然了，美国人的意思并不是说1分钱不给伊朗，不是说把他解冻的资金就不给伊朗了，只是说你得履行协议，你把协议履行完了，我再给你钱，或者按照节点给你付款，解冻资金。所以争议就在这儿，伊朗人对美国不信任，说我要是履行了，我要傻乎乎的把浓缩铀材料给你稀释了，给你销毁了，你不给我钱我怎么办？我找谁去？我也打不过你，找谁说理去？所以你看这不信任，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双方就在这扯，一个说你干完活我再给你钱，一个说你先付我定金好吗？这定金就是一半。那美国说了，我也不相信你，我不能学奥巴马，我把钱给你了，你啥活不干？你不仅不干，你反而拿着钱去发展核武器，那我不傻了吗？所以你看，这双方谁也不信任谁。当然这个问题也好解决，我在以前节目说了，这玩意儿就得靠中东王爷国。中东王爷国不是有钱吗？他们在那里斡旋吗？他们害怕打仗吗？他们害怕狼子破罐子破摔，同归于尽，炸他们的油田，炸他们的炼油厂，炸他们的迪拜，是吧？所以中东王爷国斡旋劝伊朗，作为中间人，那你就得担保。这个很显然，就民间也是这么干。那你从中斡旋劝和，那你来担保。我不给特朗普面子，我给你面子。我不相信特朗普，我相信你。那怎么相信？怎么担保？说来说去，就是中东这些王爷国先出点钱给伊朗，你来干活，我相信你。你把活干了，特朗普释放资金，你想着把钱还给我。你看看，这就是信用背书。所以现在外界都在传，是吧？说卡塔尔、沙特还有阿联酋在给伊朗付钱，付了几十亿美元。当然了，这些国家也出来否认辟谣，说没有。但是媒体也在说的吧，这些国家在给伊朗付，有的说是保护费，有的是这个费那个费。实际上，我认为很有可能，要不伊朗人不能轻易答应。伊朗人说了，这个钱管你是王爷国付的还是美国付的，反正我先收到钱了，我这，对吧？有饭吃。这是第一个关资金这一块。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伊朗是吧？这是互相对立的。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最后要签协议的谅解备忘录，那是怎么弥合这个分歧的？就是靠中间人担保。所以资金这块就解决了，也不是解决了，至少是有希望。那或许卡塔尔、阿联酋这个国家私下承诺这个伊朗，只要你把协议一签，是吧？我这120亿我们给你凑，哪怕你这样一签，你不签，你同意这个文本，我们先付你20亿美元。当然这是我个人分析的，不是这个一家之言。所以特朗普很硬，他说我1毛钱不给。伊朗人也很硬，我要收不到钱，我就不签协议，一个字也不会写，不会签。所以双方都很硬，那就是中间人稍微窝囊一点。那第二个就是60%的浓缩铀的问题。你看特朗普说的很清楚，他现在跟1个月之前说法完全不一样了。特朗普最硬的时候，他是要求把浓缩铀材料运到美国去，要么伊朗人自己交出来，美国人把它运到美国去，要么是在联合国或者第三国和美国一起在伊朗把浓缩铀给取出来，运到美国的那销毁还是稀释还是怎么着，那是美国人的事，反正你这玩意美国拿走了。但是现在你看特朗普最近的表态不一样了，他说在伊朗境内稀释，就是可以在伊朗境内稀释并销毁，也就是说他并不说咬死了必须搞到美国去稀释销毁，在伊朗销毁也行，但是重点是销毁。销毁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浓缩铀你给它稀释到2%做民用的那也不行，是要销毁。但是伊朗人最新表态是吧？那14条里面，伊朗人的最新表态，阿拉格齐包括什么巴加埃等等，他们说的坚决不可能把我们的浓缩铀运出伊朗，运到第三国，哪国都不行。这是第一个条件，管入浓缩铀。第二个，他们能接受的是在伊朗境内稀释。现在伊朗和特朗普之间的关于浓缩铀的分歧在哪儿呢？就在销毁这儿，就这2个字。特朗普要求你把这个浓缩铀的原料你要销毁了，而伊朗他不提销毁的事，
他说我稀释。现在分歧就在这儿了，也就是说，伊朗人家应该在这谅解备忘录里面，他要承诺美国不搞核武器，按照核不扩散条约，伊朗可能是不追求核武器，这个差不多能够满足特朗普的需求。但是具体细节，特朗普要求你不仅不能研发，你也不能购买，总之你伊朗就不能有核武器。这是这个字眼上面的抠细节。那具体的浓缩材料，那现在就差距就在一个是要销毁，一个是我愿意稀释完了之后我做核电站的材料，做民用。这是第三个分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分歧比较小了，也就是说30天之内保证通畅，这个是可以的，双方都同意。但是问题就是在收费这块了，伊朗人想通过这次谅解备忘录，要确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理权。他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我伊朗和阿曼是对岸，我们两国之间的事情，我们两国共同管理这个海峡。这一点特朗普是不置可否的，他没有明确反对。特朗普要求什么？你们俩管不管不要紧，反正你得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像2月28号之前那样的通畅通行，甚至不能收费。所以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东西是比较好谈的，因为双方刷一刷字眼就行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个状态，伊朗人这一次他可以分步到位。这一次他只要你国际社会认可了霍尔木兹海峡是我管，因为过去黑不提白不提，国际社会不认他，没人搭理他，他也没办法直接下手。现在他通过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正好他就把放上了这个桌面上，让国际社会认可我对这个海峡有管理权。至于我收不收费，我现在可以不收，至于我检查不检查，你来完船只要不要到我这登记备案，要不要向我这儿这个申请，我都可以不管，只要你们承认这个主权是我的，管理权在我就行了。后面可以徐徐图之，下一次趁个什么机会说你们所有的船都要来登记，我可以把流程搞得简单一点，是不是？等你登记习惯了，下一步就开始收费，我也不乱收费，我给你收什么环境保护费，什么你的船一到这儿，我给你发个天气预报，这条天气预报20万美金，那我给你提供服务了。你船到我这附近，我给你送4桶水，1吨水，收你20万美金，这服务了吗？那船上缺水吗？是吧？这些他都可以徐徐图之。最后，你只要你国际社会承认这个海峡，我有权利管这个海峡，那最终他会一步一步达到他目标，拦路收费。所以说，我的意思是，特朗普如果跟伊朗谅解备忘录后面达成停火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如果只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有管理权，那就是失败。你不要看这个伊朗好像我现在不收钱，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你不收费，你不要去骚扰人家，像2月28号以前那样的通航畅通无阻。特朗普认为他目的就达到了，实际上错了。如果让国际社会承认了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有管理权，这就是失败。至少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失败。那朗子要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公开。所以说从目前看，为什么伊朗跟美国现在马上要签协议呢？至少说明这3个最主要的这个点，表面上看是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小了，但实际上分歧小不代表没有，而且这个分歧你要解决不了，它还会扩大，这样导致你这个协议是白签了。美国政治新闻网阿克西奥斯报道称，双方可能以视频会议形式完成协议签署，并采取电子签署方式进行。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他说之所以不举行线下签署仪式，主要是考虑到美方参与谈判的副总统万斯若出席，将无法在特朗普15日前前往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前返回美国。也就是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2个人不能同时离开美国。那特朗普15号必须要去法国参加 G7 会议，那也就是那15号以后，那万斯必须在美国。所以说14号万斯如果出现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那么他没有办法在15号赶回美国，也就是万斯是分身乏术，所以只能改为可能是视频会议。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不是这个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伊朗在讨价还价，在极限拉扯、极限拖延。这个一直咱们说到，伊朗人就在特朗普耐心即将耗尽的时候，麻利的跪下，什么都好谈，都同意。等到站起来谈的时候，
又开始极限拉扯，一直到特朗普耐心耗尽，如此循环往复。这个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伊朗通讯社报道说，巴盖伊就是新闻发言人13日表示，目前仍需等待最终签署时间确认，但14日不在可能范围内，也就是今天签协议没门。他同时补充称，未来几天仍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你看看说话的比较含糊啊，达成协议的可能，但由于对方存在犹豫，我们需要对进程保持谨慎。也就是特朗普这人说话不算数。伊朗方面称对谅解备忘录总体持谨慎乐观态度，但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绝对不是对美国让步，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而是美国在未实现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事实上是特朗普举起了大铁锤，说要把这个伊朗炸回17时代，说要登陆哈尔科岛，把这个伊朗人吓坏了，立马托中间人给特朗普带话，一切都好谈。特朗普临时决定停止轰炸，实际上是这样的，是特朗普威胁恐吓起作用。但是伊朗人这是故技重施，他跪下之后立马站起来开始。当地时间6月12号，伊朗外长阿勒格齐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朗和美国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承诺尊重主权并互不干涉内政。美47年来首提尊重伊朗主权。阿勒格齐表示，这是47年来美国首次明确表达对伊朗主权的尊重，并将其写入文书。什么意思啊？所以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毛拉政权最关心的是什么？毛拉政权最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政权，也就是你美国承诺你尊重我的主权，你不能干涉我的内政，我关起门来教育孩子，你管不着，我们谁当家，我们谁做主，你美国管不着，就这意思。特朗普承认了，那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只要毛拉政权存在，毛拉政权他搞核武器的决心就不会变。这就是我们说的，实际上从特朗普对伊朗开战刚开始我们就说了，协议是没有用的，就像一个太监进宫是吧？你要受宫刑。你说太监进宫的时候，我签个协议，我保证我不乱来，保证我克制，有用吗？那皇帝能信吗？皇帝他是不信的，对不对？你必须把阉了，对不对？你想乱来不了，必须阉，一个道理。那特朗普现在还指望靠一个协议来限制入宫这些太监，说你别乱来，你这不就扯淡吗？现在对伊朗叫什么？不敢、不想、不能，不敢搞核武器，不能搞核武器。你要不能，最起码要做到不能，也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搞核武器。要达到这一点啊，你必须让毛拉的换人，毛拉政权。所以就这一点，以色列是非常失望的。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与伊朗定于6月14日签署的协议信息，向以色列媒体表示，这是一项糟糕的协议，没有人对此感到满意。他们明白，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令人不安的是，以色列无法影响这一进程，也没人听取我们的声音。这是一份世界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80岁生日的协议，也就是这个政绩工程，这是一个献礼工程。向美国建国250周年，向特朗普80岁生日，向世界杯献礼的这么一个协议，其目的是为美国当前举行的所有重大活动争取时间。这份协议实际上站不住脚，确实，这协议就像太监入宫时候签的一份协议一样。这个协议还没签，伊朗人开始进行另外一种解释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说，他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美伊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加埃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杰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的程度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也就是伊朗方面强调，这个谅解备忘录只是个形式，只是规定了我们后面通过60天谈判来慢慢谈。但是从特朗普表现来看，特朗普是把谅解备忘录当做一个框架，第二阶段谈的是细节，第一阶段谈的是框架，框架里面把重要问题谈到，通过后面60天第二阶段的谈判是细节问题，不存在先后问题啊。而这个伊朗的解释是先后的问题，第一阶段你先达到什么，第二阶段才谈核问题。而特朗普的意思是什么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都是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里面把框架谈好，后面60天谈的是细节怎么落实。伊朗人说的核问题那是在后面谈，前面就不涉及核问题，前面只有解冻资金。所以就这样，我认为双方即便这几天仓促，对吧，勉勉强强打了个谅解备忘录，签了个协议，什么用也不管，没有什么用，后面还有可能要打。这不，伊朗国内对穿西装的已经说出了不，伊朗国内到处在游行这个示威，当然这肯定是强硬派组织的，我们宁愿战死也绝不投降。民众抗议与美国达成协议，在反对与华盛顿达成协议的示威活动中，伊朗民众公开走上街头，与外交官们所走的妥协路线唱反调。抗议者宣布对绝不接受妥协的抵抗路线绝对忠诚。我们的话语就是伊斯兰革命领袖的话语，我们将把这条路走到底。人群中还响起了让谈判者去死激进口号，也就是要火烧赵家楼，处死那些谈判的人。伊朗国内正在爆发针对加里巴夫、阿拉格齐以及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现任政府正将国家带入一场危险的危机，因此对其政治路线表达强烈不满。抗议者高呼口号，全国只有一个口号，只接受领袖提出的条件。德黑兰街头甚至出现要求加里巴夫和阿拉格齐辞职的口号。根据现场报道，抗议者还封锁了通往伊朗外交部大楼的道路，伊朗外交事务负责人阿拉格齐就在那里办公。你看大家琢磨琢磨，后面60天如果达成了什么把核材料给它稀释销毁，那伊朗不炸锅了吗？你把伊朗的强硬派你没有给根除掉，你所有的协议你怎么落实？所以它是个悖论。什么叫悖论？如果伊朗人按照特朗普的这个要求去落实了，那么毛拉政权将不复存在。这也就是特朗普说的，他认为伊朗实现了政权更迭。那反过来说，毛拉政权革命卫队他也知道，对吧？按照特朗普这么干，那就是自掘坟墓。那他愿意吗？那当然不愿意。所以这个协议就得不到执行，那到时候还得辛苦特朗普，还得再跑一趟，还得再打一遍。不过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后面60天的谈判，那还是受以色列影响，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火不受美国也不受伊朗限制，随时会擦枪走火，随时会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也就是说，以色列虽然不在谈判桌上，但是它深深地影响着谈判桌的走向。实际上特朗普应该能领教，他自己也说了，伊朗人打仗不行，谈判是把好手。你们就一个谅解备忘录谈了2个多月，到现在还没成，那你说后面具体的协议是吧？60天行吗？不知道几个60天，对吧？伊朗人这个极限拉扯，特朗普以自己有限的政治生涯来对抗伊朗毛拉政权这种叫终身制，有无限的时间，只要他身体允许，不死，人家一直执政。特朗普以自己有限的政治生涯去对抗人家无限的这种任期制，你拖得起吗？对吧？还是快刀斩乱麻。我们引用正义联盟组织这个非官方发言人胡锡进老师的话说，胡锡进老师他说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就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发表声明，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已准备好在此之后
立即以电子方式签署和平协议。你看，这个美国叫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把它叫什么？也就是同意谈判的这么一个草案。但是到了巴基斯坦这儿，那就是和平协议了。胡锦老师说，生怕夜长梦多的大好事啊。不过协议公布后，美国舆论可能会爆炸，特朗普将面临非常严厉的拷问。你打了代价如此高昂的一场战争，究竟为美国赢得了什么？你的协议比奥巴马2015年的协议究竟好在了哪里？特朗普在打不赢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么坚决的割肉离场，不能不说他真的很现实主义，有不同以往任何总统的决断力。为此，他值得被刮目相看。胡锡进老师说，特朗普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仍只是一个停火协议，而且接下来的纠纷和摩擦仍然少不了。特别是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轮复杂博弈的开始。民间发言人的水平确实就是高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另一轮复杂博弈的开始。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